另外一个故事，我大概在30年前的时候，30年前我查配货，然后呢，在师大生物研究所在做研究处，一般我想要做研究所啊，我爸爸是家里人，我去找公司，我想要做研究所啊，然后呢，当然你去找工作，去找工作就多领啊，有时候研究助理的工作哦，是讲他只要做研究助理，他只看很多他们对吧？自己做研究所，这个。生物研究所去给他研究关生物嘛，你关关系，无法度讲，这个研究所来对嘛，我无法给他开车，看嘛，来我开车做人家研究生在研究去给澳山加宜兰去啊调查方面的调查白鹭鸶，北极白鹭鸶的生态，因为白鹭鸶。我们那台湾原来有分所谓的小白鹭、白鹭，还有一个夜鹭。那夜鹭呢跟白鹭是同住在一个窝里面的。白天的白鹭出去，夜鹭回来睡觉。晚上的夜鹭出去，白鹭回来睡觉，是同一个窝。好，那研究那个整个白鹭的生态呢，整个这个白鹭的生态。爱去丰富嘛，普遍啊，因为生态要知道说这个生态到底是对这个环境整个环境影响，多一丰富解决是观赏鱼皮啊、养殖业的。那我们研究生啊，我是怎样听啊？还是研究生的他们那个养殖业的，人家对我听，我感觉他就是讲啊，恁政府人报道，我安怎报我拢无要紧啊。你看讲这种你拿报这种你我出门都无紧，然后甩一下，就是你拿给他报道，我就赞成那个保护白鹭鸶嘛，我呢，我来我跑来了，是这样的。那你会觉得说，对我们人类为了生存，有时候怎么样，真的会危害整个生态。那你要什么方法？要想办法，帮公部门，帮我们私人，就刚刚讲老鹰同动那个一样，就是你要有一些方法，有一个团体，我们来保护这个环境，叫晚上发起，那当然救牛马，它其实也是一种很保护环境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领导，我刚刚讲说，咱的我比啊，看一下影片，看一下影片第一种做法就是万物共生，我们保护这个生态。第二个，这里拿上比较大一点。
多么和谐的一个画面，对不对？好，花式共生。然后，看到这个我会想到一个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中破坏了一个生态。我基本上我来品牌呀，我回家啊，在我们其实有在玩，你可能有在看。为什么你知道吗？他鸡蛋为什么不能碰它自己的气呀？气氧你知道，我做了一个然后很觉得难过的事情，我去拍照了，拍了，结果它竟然气氧，母鸟会气氧哦，所以各位如果看到鸟啊，虽然我看到雏鸟啊，听说哇，你被母鸟看到母鸟会气氧，气氧应该我会教人吧，所以我觉得看就好，我们有时候气氧呀。放弃，小孩就放弃了。你手交啊，大概没办法突破了。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时候犯错的地方啊。这我曾经犯错过，所以我后来就看到鸟巢的地名啊，蛮感兴趣嘛，那说它就去养那当然整个如果说生物的环境整个生态我们维持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蛮维持的画面。另外一个体会很强烈的体会就是我们讲说万般这一块。万般这一块呢，就是你我们人类为了生存，所以呢，他就做很多这几年都去年前年都还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讲你的这个答案，记住，大概那个时候这一阵子，在10月份左右的那种变身健康答案那些草标已经看到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万般红豆，上白金鸟那麻雀吃红花。没有生命之力，而这时正是万般红豆不可及。这个讲鸟有不同人来去，人就是我讲的物件就是影响在看面。其实不止红豆农，菜农也需要补连天。上百只鸟类盘旋在空中，甚至成群在田里啄食，看在农民眼里，心好痛。这损失多少也没有，所以他们对比家学比较多，有不同的反应。有农民选用温和方式，但毒鸟下下策发生在少数农民身上，把稻米浸泡农药放在田边，让鸟啄食死亡，而死亡鸟类吃下肚的有剧毒的加宝福。这个生产的过程能不能够顾及到所有跟我们一起生活在土地上的动物，这是需要去考虑的。这里有产品怎么保证的？今年你这样搞我，以前因为有加价呀，所以嘛有反馈。秋天是红豆的播种季节，新生命展开，但因为人类要控制大自然，带来了麻雀和斑鸠的生命陨落，一生一灭，如何找回自然的平衡点？有在众神，似乎还有在努力。公司主播杨亮江的屏东采访报道。很高兴看到了而且还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红豆，我们是职业的行业常接触到吃红豆对吧？然后喝价，你知道红豆背后故事是在很贵的吗？我不知不觉这样8分了，对不对？那这其实是健康刀的，你知道吗？我们讲到红豆后面采购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那个爸爸曾经上银行刀人跟我讲，你去换啊，我讲，讲过来，我讲来创新换，我为什么去换呢？农药。你知道红豆采购啊，采购那个红豆咱另外，咱这样讲到细汉，人家可能以为是
很多年纪都比较较侪啊，我细汉，啊个我看迄当年我红豆是安尼用，成熟啊，红豆条啊去顺摆慢慢对无？啊面干细干在咧顺，大家都在顺啊，哦，啊所以办出来就拢有限，啊即摆是红豆条是。